提到了客家的卤猪脚，真的好好吃哦。不过今天11节的感动时刻，我们带您到新竹关西吃的是炸猪脚。这间店的老板说，小时候奶奶担心只用卤的大家会吃腻，所以用炸的。没有想到经过卤制再油炸，不油也不腻，外酥内软，反而成为店内的招牌菜。新竹关西这间客家餐馆的炸猪脚外酥内软，口感与众不同，所以这是游客必点的招牌菜。吃进嘴里赞不绝口，因为这可是老板传承客家奶奶的好味道。第二代的邱垂恩为了要延续孩提记忆中的客家味，28岁回乡，6年来学得一身好本领。以炸猪脚来说，他完全依循古法制作。猪脚穿烫过，然后卤大概3个小时。冷却之后，它会比较有一些胶质会释放出来。先用独门酱汁卤制，还得要进蒸笼半个小时，让卤汁的精华融入猪脚里，然后再进锅油炸。沐浴在炸粉中的猪前腿已经富有弹性，而进锅之后炸成金黄色，外皮更是酥脆。特别的是，炸出来的猪脚不但不油不腻，还香味四溢。卤过再炸，那油脂都被逼出来了。俺不开猪脚，懂香懂好吃。这道菜对他来说意义非凡，因为以前过年才会杀猪，但这猪肉得吃好几天才吃得完。为了吃不腻，聪明的客家奶奶就会用各种烹调方式料理猪肉，炸猪脚就是其中之一。每餐都是烫的沾鸡酱或者客家小炒什么的，他们很快就吃腻了，他们就去用炸。对，就把这道菜变换出来了。为了不浪费食材，各种料理都会看到猪肉，像是咸汤圆也能看到猪肉身影，而猪肉腌过再下锅也是一道美味佳肴。连创意料理也有，他把粉肠跟荆棘酱加在一块，酸酸甜甜又养生，一样获得好评。大肠它是光滑，然后粉肠里面有些组织，它比较适合可以把鸡子酱吸附起来，让那个粉肠吸进去的时候，那吃起来味道不是分开的，是融合的。邱垂恩回到老家后，用网络行销餐厅，再度打响30年老店的名号。他也希望借由推广，让大家都能了解每一道菜蕴藏的客家智慧。过年的喜气，客家奶奶用美食烘托，饱满的猪脚卤进童年记忆，炸出客庄滋味，尝一口尽是回忆满满的感动时刻。